好啦，咁而家發生咩事呢？就係大量嘅收費景區係全部咧係無人，免費嘅地方咪好似香港咁咯，例如咧係東壩西貢郊野公園啲人咧就湧晒去，好似咧橋咀洲仲有貝澳海灘。好啦，只要係免費嘅地方塞爆人噶，咁所以啦啲景區咧就完全回唔到本，完全咧收唔到費，即使已經係咧11嘅長假，全國大遷徙啦，仍然都做唔到旅遊生意。咁更何況唔係放假嗰陣時，嗰啲叫景區徹底係拍烏蠅，真係要食谷種啦。所以啦，今年好多內地人就話啦，今年係最差嘅國慶嚟噶。國慶都唔知有乜好慶祝係嘛？生意咧一潭死水噶。仲要咧係遇上呢個咧中秋，月餅咧都賣唔晒噶。好啦，一個咁樣嘅國家，你諗住咧話要稱霸世界，係咪好好笑呢？個個咧都幾乎要瞓街咁滯，話要稱霸世界，點稱霸？